今天看到香港人都争着买的房子，总价只需要30万开头就能看山景，而且就在这一栋楼上，出入又方便。楼下就是阿婆角中心市场，买菜更加方便了。现在跟着莉莉的镜頭去看一看哦。嗱，睇下呢個山景正唔正啊？哇，非常之開揚，以及呢個朝向係朝正東方向嘅。早上咧喺呢度睇日出幾正啊！我哋睇睇現場車啊，太陽照射到屋企，好溫暖，好舒服。這個單位是79平，將近80平的三房，樹了一個入花園。哇，每個角落都有窗，光線是一流的。再看看我們的廚房。非常之乾淨啦，最新嘅高標嚟嘅。返到屋企可以望到成個山嘅 view， 特別靚仔。再看看我們的休息區，廁所呢是可以做到乾濕分離的，最新的一個交標。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第一間房啦。呢間房咧都係朝東向嘅，可以望山景啦。隔籬呢間咧就爭少少，係望花園嘅。最後間主人房最靚啊！睇睇都係朝東向望成個山嘅 view， 非常之唔錯。那這個單位呢，80平三房，你有沒有興趣呢？有興趣可以在評論區私信 Lily。咁我哋喺關口連同羅湖啦，都可以接送大家睇樓嘅。咁我哋下集視頻再見咯。想睇咩單位喺評論區私信 Lily。拜拜。